成功投资人的境界。你不用经常做事情，重点是你不要做愚蠢的事情。一，在你不认识或者不认知的地方投钱就是愚蠢的事情。二，在股价过高或者脱离该公司估值的时候追入就是愚蠢的事情。三，为了不让自己的现金闲着而乱买就是愚蠢的事情。四，急于求成的行为就是愚蠢的事情。手握现金是为了在最好的机会入市，等待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因此，你不用经常有作为，而是不要做这些愚蠢的事，你就已经拥有成功投资人的特质。投资是一生的游戏，而不是随便作为的事情。不再兒戲，不相信動人話，將心氣，速速消失好嗎？不再兒戲，不相信。